Hello，大家好。今個月我拍咗最後兩套影片，係俾大家睇咗最後一日。因為呢個7月成個月我唔再拍影片，咁到8月先再拍影片，所以我跟住同大家說個拜拜啦。因為我7月要返學同老師返學，之後我14號就放暑假，16號我就要返台灣揾我爸爸，所以今個月嘅7月我就要同大家 say 個拜拜啦。記住一定要幫我剪個蛋喎，或者我就會好傷心噶啦。同埋如果你哋幫我剪個蛋，同埋喺嗰度呢度同我講 say 拜拜，我就會好開心。唔到我就會好傷心噶啦，所以我今次同大家說咗最後一次拜拜。咁大家讀書要努力讀書，唔要放棄。我今次考試唔錯嘅，我覺得中文我進步咗好多啊！比我70、80幾，我進步咗90幾啦。咁拜拜啦，小朋友，記得點解收心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喎，下次我會睇，同埋我會喺呢度同你 say 個多謝。8月有時都會拍，有時唔拍，跟住最後一次拜拜啦，拜拜，下次見，8月見，9月見。